恁着落摇花，着唱新的歌，学落摇花，一生的百姓的回乡，学落伊，愿以色列因为做伊的主来欢喜，愿錫安的百姓因为伊的王来快乐。咱要来请敬拜团来带咱来学落。感谢神，让我们在星期天的早上可以来到这里赞美他。我们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一同站立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不能走。
信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一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个家是大的，也是大个的。第二个也就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家己，你着听家是传文化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概念互你，就是你着三行，是像照我囝你，你若着安尼三行，你若三行。正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过来体验。体文是古圣诗21篇，第4篇100篇，咱来体验。我来体恁来用。全地中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地的羊。愿感谢入伊的门，用我落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落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三个来祈祷。规个来拜阮的上帝，阮的主日的时，搁到你的殿里来敬拜学罗你。主啊，阮用感谢入你的门，用保罗入你的地。主啊，阮伫遮来算来笑你互阮的恩典。主啊，祈求你亲自看顾，亲自保守阮这个会，互你的灵运行伫这个所在。主啊，阮中间有人袂当到遮来敬拜学罗你的，祈求你亲自看顾因。若拄着病痛的，祈求你医治。伫阮知你存你的大万能的手扶持保守医治遮个人。主啊，阮来伫遮为着阮的国家、阮的社会，祈求你用听、用包容伫阮的中间，互阮互相赦免、互相宽容，伫主你的听内面来得到荣耀你的名。主啊，祈求你看顾保守阮即个台湾的所在。主啊，阮来伫遮恳求，求你用你的话通过蔡长老来做你的出口，祈求你，互伊会当阐明你的奥妙的真理。因为你甲阮讲，阮着爱去来传福音到伫地极的所在，互所有信的人来得到救，进入永远活。主啊，祈求你加添阮遮的开力，阮的教会会当有即个使命来传你的福音。主，阮当将即个拢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看顾保守。阮感谢你，归所奉的名。阿门。咱过来请诗班来学乐快乐的诗歌。Come,
上题话记载伫菲律比书4章第40到第50，第40、第50。就常常甲日主来欢喜，我阁讲伊就欢喜，恁的顺良就对众人显明主今啦。咱做伙来读一摆啦吼，做伙来读一摆，来请。就常常甲日主来欢喜，我要阁讲伊就欢喜，恁的顺良就对众人显明主今啦。咱阁来请蔡长老来讲道，你快乐。今天最平安。平安。你快乐吗？快乐。啊，真感谢主吼！咱过去咧5万个邀长老吼，我想讲伊伫美国要做美国人啊。啊，良心发现啦吼，可能耳甲定定我咧甲念吼，念了有酒啊。邀长老，嘿，邀长老的妹妹食迄个妹夫啊，拢倒来，掌声起来哇！我看你真欢喜的，嘿，感谢主，谢谢。咱了看德兄吼，德兄足热心伫咱教会内面侍奉，啊，今日佫带一个女朋友来了吼，啊是恁查某囝是哦？哦，你太太哦，请你站起来哦，欢迎嘿，从美国回来吼，感谢主。迄个真济吼，咱拢也佫有真济，咱逐个参加来咧做伙的时阵，有可能我无看到，咱无直接一直介绍，总是恁来每一个人，拢我感足快乐的，足欢喜的。你快乐嘛？即个题目是伫3个月前定的。我伫3月初7，交阮查某囝咧算要去美国用皮甲拖坐飞机哦，结果咧拖的时阵去摕着后壁的迄个担架啊，规身躯全摔落来，啊后壁一个迄个烤箱，啊迄个尖尖的全对后壁全插落吼，吼，我人顶爬拢袂起来，啊所以倒去诊所注射了，3月初8。妇女节拜六，啊，佫感觉好好。3月初9我佫来讲道咧啊，虽然行路无啥顺，还佫有来讲道。到3月初10吼，啊，迄爬袂起来。3月初9暗时就规暝啊，倒即边南北，咱讲吃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躺这边也不对，躺那边也不对，天堂也不对，坐起来，我才知影讲一个人吼，咱人会当安尼起床吼，安尼起来，落来偌幸福个代志呢。哦，我今日要起一个床吼，做4头钟啊！你着我上尾条，我天啊，啊，着佫倒落去，啊，着甲喊过声，讲过声无咧甲我斗扶，我过声佫无力，啊，到扶一步啊扶两个拢跋倒，啊，拄啊扶咧起来啊，好佫4头钟起来了后，即马开始咧烦恼啊，坐咧吼就袂较袂晓行，啊，但是较袂晓行吼，骹麻的，啊，这麻的了，该倒位嘛吼，咱倒足简单的吼，我甲发觉讲倒足无简单的。我咧倒一紧拢会震动着，啊，都毋知要安怎倒啦，啊，到尾就加到厝配吼，啊，我到拜末就叫迄个司机来载，紧来大病院啊，吼，我开始一直叫，伊才甲讲，哦，你这足严重的呢，哎，住2礼拜。我手术到半日我就出来哦，你著住2礼拜，我讲无可能住2礼拜，啊，尾上我嘛晒肚子的了，啊，摕药仔了，看哪随时来回诊。哇！即礼拜中间吼，我真正倒来了，啊嘛是照常，还佫去检查年了，坐袂落，所以经佫载倒来，安差不多一礼拜，差不多10日啦，拢倒入眠床，一面仔上班，啊一面仔联络，啊一面仔徛呢。啊，你也袂当看电脑啊，啊剩手机，啊带手机联络。但是常常中间即礼拜中间，我感谢主好佳哉，互我差不多10日毋2礼拜中间。会当到门床中间，有过声吼，日时就是拢放遐个迄赞美诗歌。哇！感觉讲，叫有一下讲，上帝特别互你，敢若像蜗牛，上帝叫蜗牛牵我去散步。哇！你会当倒伫遐听上遮学老的诗歌，啊，常常本来只会感觉讲，哇，足侪代志无做吼，啊，毋知啥做咧。哇，听遐歌，啊，慢慢讲，过来，咱即礼拜讲倒者，你快乐吗？想一想，你真的会快乐诶！即礼拜阮先阮小宝得着肠胃炎，规身躯规喙拢破，物件食袂落。然后伫阮查某囝顶，无法度，阮迄个小宝就坐来阮兜，
啊，甲伊带来阮兜仔家属，当时对我跋倒，啊，对我跋倒好，佳哉阮兜一个超人，就是阮太太，伊连确诊都无得，吼，伊就开始顾，伊讲来嘛可怜啦，连要顾细，连要顾大个，安尼母10日，我第一遍想讲要听直播，今仔讲道，今比如讲道，我想要听直播，啊，毋知影怎特别个直播吼，拢搁好好哦，开始正摆走袂偌好，啊，就开始直播吼，才开始一直插，尾仔我多段写到调哦，无干准看遐荧幕尔，啊，再看伊嘴型，一面又讲伊可能咧讲啥物，我感觉足趣味个，而且我听几啊遍就是安尼，因为我伫又讲伊咧讲啥，对伊迄个跑步着，啊，一方面拢好，足疼中间吼，听到我甲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游山的人吃苦，不枯干啊。迄喜乐心乃是良药，我以前的感觉来讲，咱心情较好的时阵，啊，可能病较轻。就发觉到说吼，喜乐心真的是良药，迄便宜的消炎止痛药更较好，真正是药啊。以前开出个消炎止痛药好，有够大粒啊！人甲讲你若要较紧好吼，爱去注类固醇，才搞注咧。啊，但是吼，袂使佫跋倒哦，迄跋倒可能紧就断去啊。迄类固醇注咧讲紧会较脆，我感觉我感觉倒咧，我在想象应该3日就好啊，没想到讲爱拖我第二日哦，倒一边嘛毋对，倒一边也毋对，啊，倒咧时足徛诶时阵吼，啊，就拄啊放，啊，然后拄啊开始回想规个圣经吼。但我甲讲哦，你突然间袂记一字啊，足快乐诶，啊，足快乐诶，讲啊，难得这辈子70几岁，当安尼恬恬啊，拄啊倒咧啊，拄啊听圣诗、看圣经，哇，有够欢喜。啊，你欢喜诶中间吼，是听圣经，你拢袂记一个，你敢足欢喜诶，足快乐诶。啊，突然间圣诗念伊了后，哦，足疼诶，足疼诶，开始咧跳出来。所以你体会到那个喜乐的心，真正是药啊呢，是真的是药。那个药不是我们讲的心灵的药，而是真的你加迄个品消炎止痛药更较好药啊。你快乐吗？真的在学习中哦，那学足多，你们可能看到去年的很多的回应是都用赞美之泉呢。那人回想这一辈子，哎，就这代志的吼，真的是你最起码看一下，现在有很多大教会，其实当初我们都有参与。我们在新生教会的时候，在我天运诗班，迄个总监伫阮迄个新生教会，在新生教会之后，我们就把那些喜欢音乐的人全部找过来，迄阵无叫做敬拜赞美啦，就诗歌赞美。啊，然后去美国翻译，拄啊坐对美国倒来，啊摕 press 来，哇，大家拄啊唱歌，唱啊到张明强兼太太，因太太伫迄个文化大学音乐系，专来甲咱看来了，讲哎呀，你这队队来，啊伊兼美国讲版权，然后开始出。以后改个名称叫做赞美之泉，开始成立以林事工中心，开始成立以林书房。啊，这个代志当然后面讲啥物人出现的，就是你会发觉到说，哎，突然有敬拜赞美出来，像迄个新加坡的宽内小组开始，我们有细胞小组开始出来了。啊，你细胞小组就是一边去新罗夜节、刘易斯明刀都在这细胞小组，大家住啊咧做修道的时阵吼，他要带一对他的同事。他们2对夫妻都不能怀，都一直生不出来了，所以他们很焦急，希望我们大家帮他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他摇花叫我妈妈都要赶快出来。我讲这个够水啦！啊，倒出来时阵吼，伊来就讲啊，迄个因太太就是李信仪，应该就是李信仪。我李信仪不是做赞美之泉吗？不对啊。李信仪是咱长老教会第3代的基督徒，长老教会。就理论上，长老教会足少参加灵恩坛的，迄个灵恩派家的敬拜赞美，哎，就是李信仪。啊，李信这卡他在那边就是来做见证。伊讲吼，有一日伊去龙田教会，啊去龙田教会，因3个人伫南加州大学有3个人，伊加尤志勤，加那个叫万宝来叫，就是他们3个人是同一个寝室。他们都很喜欢唱歌，啊，之后他们在那边就组一个赞美之泉，所以因得来台湾后面宣教，就是台湾的赞美之泉还没有很普遍，所以他们找的教会是找龙田教会。我见到那个教会就愣住了，我得去他看，然后我看他在做见证，一直流眼泪，我的眼泪跟着流下来，所以我就跟他们讲，龙田教会就是我爸爸第一间，不是讲啦哈，不是古名，
也是破沟。龙田教是我爸爸第一间教会，龙田教很小，要坐火车坐很远，那时候只有小火车嘛，就坐火车而已。到龙田教会，因为无人要去，无牧师，阮爸爸讲想要出来传道，讲啊无你去中田教会。所以我去龙田教好多次，然后那个整个的参教的北灵西，刷这个变好灰，龙田教会前面都是啊，前面都是农田呐，这叫北灵西啊。然后李信利在讲，我就一直回想龙田教会那个情景，叫我这样去看，拢小赶快。李信跟我讲说，有一次这么感动，我说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包括就是龙田教会，哦真的哦，你所讲的情景我都记得住。之后大班教会开始慢慢有敬拜赞美慢慢出来，那我们希望李信宜来，一直也无敬拜赞美，可是李信宜现在到台南圣教会去了。现在是龙田教会已经这个样子了，已经改建了。当时龙田教会，阮爸爸弟兄是足破，老电华牧师是音乐非常好的，把爸爸书评，一直在做兵。哇，那个想到那时候情景，我就觉得这是李信宜。之后他曾经在柳园教会柳园学堂里面出来做见证，他现在还在台湾。赞美之前的人全部，不管是那个洪启源他们，那个尤志平他们现在赞美主台越来越大了，在美国赞美主台大概是第一品牌了。可相对的，李信利在台湾，可是他都会作曲，作词寄给他们。第二张唱片全部是台语，为什么是台语？因为讲伊丢到教会，咱丢到教会拢讲台语的，无台语的诗歌。有迄个机会做台语的诗歌，所以讲做摇花种满，第一首诗全然向你，那是国语。要做摇花种满，足侪台语诗拢伫遐开始做出来。啊，他一直在做监督，说很感谢主。我们也参与过这个敬拜赞美，也是从那里发迹，然后之后到大关教的小组，那时候大关教不到差不多100人左右，现在已经上千人了。那时候迄个林海平牧师，迄个摕着教会也叫我去，然后之后那高建志牧师，葛建礼牧师找我，其实我伫台南高面到台南高面后面的那个餐厅里面在讲说他们教会怎么去发展，很奇妙。现在台南市教会超过1000人。这些我们都参与过的整个的过程，然后灵粮堂要来台南植堂，那时候台南还没有灵粮堂，是来我们台南高面的宿舍，那是一对张，那是叫传道，张传道2个夫妻都姓张，来我们就在那边分啊，从哪边开始传道怎么传，其中我们有杨子江一个法官就辞掉法官去菲律宾神学院，现在目前当牧师了。想到那些种种的事情啊，反正就躺在床上，一直觉得说，其实人生很美好呢。我们经历过很多的事情，虽然说没有名字，可是真的是让教会很多的发展。那时候我们走过教会，现在算一算，没有1000人，这已经上千了哈，就已经上千。我们已经经过好几个教会了嘛，都已经上千了。所以就觉得上帝身上很恩待你，虽然很痛，可是只要你一唱歌，你就忘掉痛。只要你喜乐，你就忘掉痛。这中间有发生过我儿子被霸凌、被男生霸凌的事情，一直传来。可是对我来讲，我一直都不觉得感觉怎么样，一直都觉得很快乐。上帝所赐的每个都很快乐。所以我突然觉得，你要快乐之前，你要先认罪，先悔改。所以我这10天里面，大家都在认罪，认到最后一直告诉上帝说：“上帝啊，我还有什么罪没有？”因为我一直想说，有些我实在是已经想不出我有什么罪了，可是我想不出，上帝一定知道我有罪，一直想，可能我对我太太讲话大声一点，太太对不起耶，我一直想说我到底一直想，可是每次讲完那个罪以后，我就发现就好像一个重担就这样丢下来，好快乐，心里就开始很轻松。所以认罪悔改，我们看当初亚当本来很快乐，在伊甸园生活的时候，他犯了罪，就上帝说亚当啊，亚当啊，因为他们当时亚当夏娃跟上帝3个人黄昏的时候都有做家庭礼拜。亚当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亚当2个人躲起来。上帝啊，我不敢见你，我不敢见你，我有罪。若照圣经所记载，有罪应该什么？罪就是死嘛。因为上帝跟他讲说，你那个分别善恶的果树你不能吃哦，吃了就会死哦。
可上帝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因为上帝有宽容的心，所以还是上帝只有把他们赶出去，说有一天你要劳苦重担，有一天你会死。我就想到的时候，就想到说，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大卫。诗篇箴言大部分都是大卫所做的。大卫王是历代我们这边非常好的王，可大卫有没有做错事情？有，而且不止错，而且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是非常大的错误。他偷看人家洗澡，哎，做一个官去偷看人家洗澡，奇怪，以前洗澡是怎么可以偷看得到？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清。偷看人家洗澡还好，要跟人家又发生关系，发生关系以后又把他先生找回来，说希望他先生跟那大力乌先生发生关系之后，才可以把洗刷说，因为她已经怀孕了。结果他先生说，将士在外有所不受，不回来，他不回来怎么办呢？就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他死掉。这很严重哎，这个最多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呢，是大概是唯一死刑。所以，但是大卫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约拿单去跟大卫讲，说你犯了罪，不对呀、大卫立刻说啊，我真的是不对，我真的错误了。所以相对的大卫就做了一首诗，诗篇里面就讲当中忏悔了，上帝啊，求你不要把你的脸遮起来，不要眼泪，不要看我的罪，我真的是不行啊！求你不要丢弃我，上帝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的快乐。我错了，上帝看人家的心，你真的诚心认错，而不是那种样板，你真的错，所以上帝还是重用大卫，只是不让他盖圣殿，因为他认为他的手是脏的。所以相对的，在这段时间里面，刚刚我在躺在船上，我真的很感谢上帝，还好给我这10天的时间，让我在船上里面开始反省我自己，开始可以唱诗歌，开始可以把圣经全部都整理出来，那就慢慢讲，我觉得好美哦。然后昨天又有个事情说，那是不是干脆你在1年多以后就不当监了，就干脆就退下来了，全精神来侍奉。可这辈子里面我没办法有没有办法全神侍奉，我不知道，一切就要看上帝的旨意。那如果读到圣经里面，读到有3个比喻，有一个失羊的比喻，有一个失迁的比喻，有一个浪子的比喻，有没有？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那么多。失羊的比喻里面，99只羊他把它丢着去找1只羊。失迁的比喻那个寡妇去找1枚钱以后，他很快乐，就设宴席，设那个宴席就比那个更多。浪子的比喻大家最清楚，浪子的比喻号称很多文学家都说有史以来最美的短篇小说，就是浪子的比喻。这些比喻是做什么？罪人的悔改。可是最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这3节里面都告诉我们什么？圣经悔改，义人的悔改是多快乐啊！罪人的悔改是多快乐？你说我们来受洗的人是罪人，受洗的就是罪人，我也是罪人。你不要说，哎呀，你们都是好人，只有我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你觉得你不是罪人，你是义人的话，你根本不要来做礼拜的，不需要。我们都是罪人，这个快乐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去年很多人来受洗，在受洗的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哎呦，感谢主，所以我躺在床上就开始在回想，哎呦，这个礼拜啊，谁来受洗，谁来受洗啊，这个谁来礼拜，谁来礼拜，我觉得好快乐的感觉。每次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最大的，我都忘记我在生病了，我忘记我应该很痛才对。结果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都不会痛。等到一个诗歌结束要换另外一首的时候，才发现，我真的很痛，我真的很痛，想翻个身也翻不了身呢。尤其我现在每次半夜到2点，一定会痛起来。那痛起来以后怎么办？痛啊，也爬不起来，左边也不对，右边也不对。礼拜6我去看完医生，我祷告上帝。礼拜6没有讲到
拜托让我稍微能够睡几个小时好不好？最起码让我不那么痛。晚上痛不痛我已经不重要了哈，最起码现在都不痛了，而且身体可以转。我都觉得好奇妙的感觉，我也好快乐的感觉，我现在都不痛了，你发现？所以我今天呢，很多会友说，蔡某某你怎么样啊？不痛了，然后我怎么会不痛？那不管了，反正痛是晚上的事情。所以我们面对罪，最重要是什么？无罪一身轻啊！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我们要悔改。等你无罪一身轻，你会觉得很快乐啊！我说太太对不起，我对你大声，太太，这个我对不起啊，我一直没有让你讲英文，讲到今天很多美国人回来，美国回来的，如果等一下你来帮我翻译一下也好。不管怎么说，我就觉得好快乐啊！重要的是领人归主是最快乐的事情。我就回想到我从小时候那些跟我在玩的人，每个人几乎都是教会的长老，都非常的热心。那些当初哦，伊拢讲毋通行伊倒去佚佗的，因兜吼迄歹囡仔，迄拢干那，迄拢无咧读册，拢甲顾佚佗的。我们宿舍还有分这边的比较，大家那个生活比较过得去的，拢较好的。阮这边的吼，拢跑到欠钱，像阮老爸欠一大堆钱的，细汉拢睡在阮兜仔佚佗。我从细汉下课，我就囡仔头王，日是囡仔头王，带囡仔倒仔佚佗。爬迄个水头头，那个就是那个水塔我就倒仔佚佗，叫人头毛干头毛干面，在讲刚才讲的细汉就拢用头毛干面，甲放伫迄个河流里面，然后边边然后倒倒只，咱后壁倒啊，可是你这囡仔，就对啊，我就带走。当然讲偷窃是不对的可是这回想那个小时候，好快乐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可是等我们破主教会因为阮兜离破主教足近的，阮许多大部分拢是教会咧佚佗，伊教会看。拍乒乓你较早以前拍乒乓，咱即阵佫有四楼的楼顶了讲逐日来拍乒乓，这个还有这个球拍，还有什么网球，阮以前咧拍乒乓是拢用砖贴挂迄个乒乓桌然后用木架，较早拢日本人拢穿木架，用木架扣挨这个球较大粒，即摆打着破去破去袂使干掉呢，佮用迄个烧水甲烫，就碰起来。所以迄个球迄拍迄个方向拢固定，拍袂了有可能后袂走。迄拢小可碰起来，足快乐个是不是快乐？你家己有迄快乐无啊？这个囡仔拢从普主教会40档后，阮这40档后咧成立咧100周年的咧纪念礼拜时，阮这拢倒来时阵，看看着说阮这人上歹迄个做法官，做拢袂歹呢，做医生，做导游，做啥物拢足好诶。遐个较好诶家庭呢，无一定较好。上帝看人，上帝诶祝福是互你看袂着诶。上帝诶祝福是互你囝仔孙孙诶祝福，是你看袂着诶。有一日你才发觉讲，上帝真正伫你诶身顶正真大诶心意。咱今日所读诶，今日叫咱搁读一遍，咱搁读一遍即个变俗个落来，咱嘛搁做来读即个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背下来。伊都一无看路反正叫做基督基督较感谢，将你所说甲上帝讲，就上帝赐互你出人意外平安，会是主要所基督内面保守你的心，你的念头。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就喜乐三部曲你要快乐有三部曲第一步什么？应当亦无挂虑。你有啥物通烦恼？咱足侪人烦恼，你讲袂烦恼，一定会烦恼。你著反正你有后代，你有亲戚朋友，除了你家己走去深山啊，家己一个人，拢总无娶某无家庭，逐个人拢嘛会烦恼。烦恼愈烦恼愈济刚阮兜迄只细只高山迄个田变愈喙拢破去拢安尼老花逐个人看伊咧困好早，看着足毋甘的讲趁上帝拜托你吧，互我来破厝，咱嘛会破。你食物中食袂落，拢爱食流质的，
希望破的是我，生病的是我，不要是我这个小孩，看他好可怜。可是想一想，他也好了啊，他就很快乐啊，他回家了吗？应当有挂虑是什么？我们的凡事的信靠是我们快乐的泉源呐、是靠主而喜乐啊。阿门。要靠主而喜乐啊，这个喜乐是很快乐，快乐不见得是喜乐，但是喜乐一定快乐。什么叫喜乐？欢喜更快乐。你去酒家吃了嫖赌，快乐不快乐？很快乐吗？可是之后呢？真的快乐吗？不快乐。可是喜乐是从上帝而来的，从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喜乐，从心里而来的，那是永远的喜乐，永远的快乐。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所以我们连休带祷晚，现在我知道9点不见得大家都一起祷告，但是我希望你每一天都祷告。凡事代求，待人祈求，祷告是最重要的。祷是呼吸呀、跟上帝沟通啊，天敞开，跟上帝来啊。所以这个礼拜我真的体会到说，跟上帝好亲近的感觉。你希望你的子女跟你亲近吗？当然很希望。就像我们家小猴子哦，知道阿公躺着不能动哦，都一定故意端到我们背，阿公你陪我玩，阿公都不能动，可是阿公你陪我玩，你觉得好快乐的感觉。你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凡事哦，跟你讲是什么事情任何事情就像现在欣姐还没到英国了哦，还没到嘛哦，听说欣姐哦飞上去之后，在飞机里面这边降落也不行，那边降落也不行，好像飞2天了嘛哦，希望他赶快飞到英国了，会这个飞机出了一些 trouble， 所以还在这边那个机场降落，那个机场降落还要等很久，连回去英国，你们从美国回来可能很快，他要回去英国很慢。可是相对的，借着祈求祷告什么？我们要祷告啊，读经祷告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信徒一个基本。等你在读经祷告，你会发觉到你很快乐你在祷告之中很快乐，祷告上帝啊！我今天突然发觉到，这是飞向天堂，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像天堂有一只手指引着你，好快乐。然后做了什么？要感谢要感恩的，我有感恩的心凡是祷告，凡是感恩。今天大家如果做礼拜，你就要感恩如果像上个礼拜我根本没动都没办法动，你连来做礼拜都没办法来做礼拜。能做礼拜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常常讲美儿节我常常美儿节甲过月儿节，再看到德义兄他讲闽南话叫月儿节，我美儿节拢叫月儿节，因为月儿这个好像每个教会的信徒很多都是，我去到几个教会都有月儿节，所以我一直叫美儿节做月儿节。所以我当天不是讲说，每个人说叫我什么都没关系，叫我天鹅也没关系嘛，他真的是天鹅嘛，对不对？很美，心也美，人也美，但相对的，感谢这个感恩的付出越付出越快乐。所以我们在里面的，比如说侯先明长老，我就一直觉得他一直在付出，他快乐不快乐？我觉得他很快乐他真是潦倒说想自杀，还好那段时间他破产。我再讲一次还好他破产，所以他有时间读圣经，他也读了几次圣经，所以他终于把圣经读了好几遍以后，他终于明白上帝在他身上做什么作为，现在他很快乐。他像约伯一样，我一直觉得他就约伯的例子在身上套上还是可以用。他受到的一些折磨，但是上帝加倍赐福给他们，所以快乐什么？要靠主喜乐靠着主而喜乐。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句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说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什么叫靠主常常喜乐？喜乐是常常你刚欢喜就可能欢喜是关系会持续的欢喜每天都很快乐每天都要很快乐。那个持续，这是什么？这非常快乐，而且这个快乐是什么？靠主才会觉得那个快乐全年一直永远不断。很常常的，你们谦让的心是，我们心的表现是要谦卑，不是谁比较厉害，除了神以外，
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除了圣灵以外，没有人比较伟大。我们要靠主，我们要谦让的心，因为什么？这是命令。再说你们要喜乐，上帝给我们命令是你们要喜乐，叫你不要愁眉苦脸。所以你能不能生气？如果用另外一个解释说，你会生气嘛？主耶稣都生气过，把人家圣殿结界有没有赶走那些做买卖的？可是生气不要到日落，告诉我们什么？生气一天短暂，一困难就好，唔通生气遐久。你若生气遐久，你唔通生气，你要快乐。什么代志都，耶稣讲你爱赦免人70个7摆，你要快乐。这个代志是我常常咧勉励我的后生。我们的信仰甲咱讲赦免人，就像咱主祷文讲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了别人的债。赦免是一门功课，而且是一门非常美的功课。当然，那个我有一天会特别讲赦免的功课，下个礼拜都会讲特别赦免，下礼拜会特别讲。所以我们要让谦让的心知道，我们要常常喜乐，以谦让的心常常喜乐，要表现在众人面前。所以这是一个见证，让你的好行为让人家知道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大家谦和而已，大家谦让，大家温柔。我们是出到社会上，在工作，在职场上，每个都要有谦和的心、温柔的心，从内心里面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门功课哦。看别人比家己较敖，袂我唱歌我足敖的啊！比如讲我姊妹我也袂晓唱歌，我唱歌比别人拢较敖。咱看别人比咱较强。你会当来参加小乐队，你会足敖的啊！我咧招你牧师来参加小乐队，你牧师等候你准备好势，你再来参加小乐队。但是相对的，你会当唱歌你足敖的，看别人拢比家己较敖啊！我看你逐个每一个拢比我敖啊！你逐个每一个事奉拢比我事奉较好啊！每个都是上帝的宝贝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你知道过明年度快乐吗？你财务增加很快乐吗？大家都不敢讲话啊！你得到过明年度快乐吗？你财务增加快乐吗？你那当然，真的吗？我接触很多大企业家，其实你知道我要接触他们很容易。大企业家10个里面11个不快乐。我讲这话绝对，我在讲台上讲话负责。10个大企业家11个不快乐。大企业家你财富守着的人都不快乐，可是大企业家等你开始在做一些慈善工作，在付出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快乐。大企业家你增加再多财产，对他们来讲都数字而已。你赚1亿很多嘛，再多的人可能家里有充满1亿的可能不多吧，可对他们来讲1亿啊难伤呢，10亿啊，哇，100亿，还好一点，1000亿差不多啦，1兆嘞，差不多尔，结果呢，2兆你花得完啊，花到最后，花的叫财产，没有花的叫什么？叫遗产啊，遗产再多有什么用？花的钱叫财产。我最有钱的时候在大官教最有钱，几乎都上官。所以，我太太不讲话。现在虽然比较没有钱，我不是说没有钱啊，比较没有钱，可是我是很快乐的。我也是很快乐。主导文告诉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给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每天吃得饱睡得足，我现在睡不足了吃得饱睡得下，那不是很好吗？很快乐吗？我们一个快乐的农夫就2个人呢，辛苦在田地耕作他好辛苦，可是他们2个人都是，2个人做完之后就玩祷，完了在那边祷告，2个都很快乐的，2个就这样牵着手回家，好快乐。一个国安在旁边看到那个国安是很不快乐的人，看到心里很不舒服，就跟他的大臣讲说，怎么样让他不快乐？大臣说很简单啊，拿一袋金币把他丢在他们家门口。他真的就拿一袋金币丢在他家门口。我说啊，行啊，
我看他快乐我都眼睛红的，眼睛红，我讲过吧，眼睛红心叫什么？黑嘛。然后他就丢着，我都看到不顺眼了，又丢一袋金币给他。他说你就听我的，就丢一袋金币，他们两个回去去到金币，看到门口一袋金币，一看，哦呦金币耶！然后两个开始商量，金币啊，他们家很穷啊，连藏的地方都没有啊，他就藏在那床底下，床底下以后，第二天要开始出门耕作，怎么办？这有一袋金币耶，怎么办？正好了。你去就好，我顾着这袋金币。先生说叫他太太去，太太说，看来你生气哦，金币逃退了去找小三，不敢去的，不行，要去的话两个都去，不去两个都不去。那他先生也不敢放心给他太太说，我太太如果把这些卷款而逃，把这些金币拿走怎么办？所以两个人就不敢去耕作了，两个人就守着那个金币守了一天。不是办法，总是要去买菜吧。还好自己家里有种一些菜，第一天过了，第二天过了，田里开始荒芜，因为我不敢去田里耕作，两个都守那个金，也不敢拿金币出去买东西，怕人家知道他们家有钱。台湾有一个特色哦，中乐透的人都不敢讲，加他就有钱，跟人家有钱。我告诉你，我现在中乐透啊，但是我不会借给你们钱，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借给你们。但相对的。他们俩开始以后，两个开始吵架了。叫你去工作，你怕我什么？我又不会吞你这些钱，你也一样，你一样，两个开始吵架。那个官在外面好高兴，嘿，一袋金币就让他们两个人能够吵成这个地步。最后一个绝招，大臣敲门，那是国的金币不小心掉了，要还给我们。等金币拿走以后，两个人气得要死。我们本来有金币，现在没有了，田里也荒芜了，耕作也耕作不起来了，这出了老半天，两个人快乐都不快乐。分别就是快乐吗？有钱真的快乐吗？告诉你们，快乐没有所谓的好跟坏，最主要是什么？有些快乐的产生反而造成困扰啊。给你一大笔钱，你会快乐吗？你当然给我一大笔钱，我很快乐啊。但是你很怕人家知道，那些中乐透的人生活不快乐。还有什么叫包牌我看这应该问那既然比如家迄个会话丁了，伊两个是数学系的，可能比较会包牌。那天我找他去包牌，你这中了就觉得很快乐吗？你真的快乐吗？所以我们说喜乐向日葵啊，永远什么？有向着阳光的一面，那才叫做喜乐。又是正面的。还有我们看一个英文字，今天那个贝叔讲了很多次 joy， 对不对？今天讲了好多次 joy 嘛，对不对？joy 是什么？是 Jesus 加 others 加什么 yourself， 这什么意思呢？耶稣摆第一个，其他人摆第二个，你摆在最后一个，你就会快乐。当不要顾自己的事情，顾别人的事情，你就会快乐。你把耶稣居首位，别的事情摆在其次，你摆在最后面，那个才是真的是快乐的根源啊！所以为什么要用 joy？ 那才真的是快乐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不住的祷告，你说祷告跟快乐有关系吗？所以铁道同学是前书5章16节到18节，今天不晓得谁放在那边的，就这一个字，这可没有，那个没有，这个3条也可以啊。我突然觉得好好玩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铁道同学前书5章16到18节，就在那里。我吓一跳，我说感谢主啊，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耶。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祷告真的会得到快乐，你真的会得到非常大的快乐，因为这是什么？神在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耶。这真的要不住的祷告，是向上帝敞开祷告，所以我每次在船上，反正也不能动，就在里面拿着一个手机，祷告上帝，别人祷告都要坐起来，我根本坐不起来，就躺着祷告。突然觉得你会飞走的感觉，整个身体就飞上来。
飞上来，好像跟上帝在沟通哎，好快乐的感觉啊！这开头是祷告是向神完全的展开，神的力量跟安慰在你的身上。你不是忘记痛啊，你是根本不知道痛。等你没有祷告，你才会知道痛。你都不知道痛，所以我就发觉到一个良方，比医生更好用。等我很痛的时候，我就祷告，哎，我就不痛；我就唱歌，我就不痛；我就唱得很大声，我突然唱。虽然我现在嗓子很不好，可是还是会唱歌啦。没有像人均那么好听而已啊，但是还是会唱歌啦。哇，唱得我觉得好快乐。反正家里也只有桂香已经习惯了，我这高香去嚼啊。声音不好听，他都可以忍受啊，唱好快乐哦。所以相对的，我们要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出人意外的平安包括我们的心和意念。平安是什么？是快乐的孪生兄弟耶。我们不是都讲平安吗？其实在祝人家的喜乐。跟隔壁讲平安，平安，哎，是祝福人家哦，哎，这个平安是真的是祝福啊，你不要说好像口头禅一样，你假爸呗，要不嘞，还要不过来嘞，过来改对焦。平安是很快乐的事情呢，平安是一个喜乐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告诉我们什么？我若展开天使的翅膀，飞到第几页，就在那里，你所逼引导我。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脸？我可以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你在祷告的时候，就等于飞到上帝那里去，好像飞着翅膀啊，如烟展翅上腾，非常的快乐。最后一件事情，感人的付出。当你乌因命故，当你心情不愉快的时候，瞬间我们会不会感谢？当然会嘛。逆境会不会感谢？基督徒逆境要感谢，可是很困难。兄弟啊，现在阮咧啦，台阮岛有发生这种代志，人家蔡崇林岛都袂，蔡崇林岛发生代志，可能比你岛比较多。我们不要只在意上帝在 complain 上帝啊，抱怨上帝，上帝我怎么样啊？我那么认真念书，怎么我就考的分数比他差？你放心，我的经验里面，这么一辈子下来，只要我认真念书、认真祷告，还是在侍奉，我就得到好成绩。我讲话没有夸大啊，你都看得出来啊。我当时在中间教育服饰，没有人知道我去考司法官啊。我司法官哦，上帝还爱我呢。我礼拜六、礼拜天照常在回来在教会在中间教会侍奉，可是最后出来的成绩哦，我居然前面没有人呢，所以我就直接排台北毕业，而且我没有经过后补，直接就去当警长。奇妙不奇妙？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头脑很好，那些头脑很不好，所以桂香经常笑我说：“头壳安尼小发呆吼，讲话定要重复。你看老人讲话拢会字吼，重复。可是我很快乐啊，本来就是啊。反正我辉煌的时代，上帝已经给我了，现在给我头脑不好又怎么样？本来就应该的嘛。我现在头脑不好是应该的啊，我当时头脑真的是很好啊。但相对的，那所以我们那个今天也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等一下，我先问一下，这是谁放的？奇怪嘞，是谁放的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知道我今天要我讲到题目是你快乐吗？所以赶快放这个链接给我。这个要买也不容易，这一定是买来的嘛哈。还是什么上面这一看到有一个那个，就放在这里。生日的礼物。哦，生日的礼物，我讲啊，圣品两个，可见你们生日没有拿走哦。好快乐哦！但是相对的，我们要什么？在这段时间，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以前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对以赛亚大先知书会特别读，为什么？那跟耶稣非常有关系。可对小先知啊，那些弥迦书啊、哈巴谷诗啊等这一些拿红书，这一些我们小先知书都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可是这是我在念哈巴谷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到说，我好感动哎。哈巴谷虽然那个时代算是比较成篇的时代，因为看起来应该是西西家王的时代。哈巴谷只讲一句话：因信称义。
这就是他讲因信称义。保罗先是这样哈巴谷书，所以有罗马书特别讲因信称义。马丁路德是因为读罗马书，所以有宗教改革，因信称义。多美的事情，在哈巴谷最沮丧的时候，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觉得说，我巴比伦要统治我们了，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都不听哎，我告诉你们不要跟巴比伦结合了，巴比伦会毁灭我们，上帝不喜欢你们跟巴比伦在一起。可是国王还是这样做啊。但他讲什么？当时在那个迦南地里面，最重要是什么？是无花果，是葡萄树，是那个橄榄枝啊。是他们的生活最重要的东西呀、田地出产以前是耕农啊，所以这刚刚很重，这田地出产这些东西呀、虽然都没有了，可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的神喜乐。他仍然很快乐，虽然他知道说他会遭遇这些痛苦，心里应该是很痛苦，可是他说反正我有耶和华可以做依靠，我当然就很快乐。所以最后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我想可能有人也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经常在发生的。有一个老板是基督徒，所以他请的员工里面很多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公司自然感觉上比较和谐，大家会别人想，到年终尾牙不是都有聚餐吗？年终尾牙聚餐的时候，老板就和他讲说，来，这一次我们就干脆不要每次都为了抽奖耽误很多时间，我们就干脆一个奖就好。一个奖就好，那个奖用最大的钱，50万美金，全部一个奖，50万美金很多呢一个奖，哇，整个公司里面都摩拳擦掌，像中乐透一样。来，快到的时候，你可以写名字，写你自己，也可以写别人，那之后大家来抽奖。突然有一个那个扫清洁的欧巴桑，每天都很快乐在唱歌，突然发现他最近比较消瘦。然后也没有唱歌，每天都在叹气，然后慢慢传出来，你那个欧巴桑的儿子脑瘤要开刀，脑瘤要开刀，欧巴桑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在美国没有健保呢，开刀好贵哦，要花好多钱哦，上帝要说，把那个人控制，上帝啊，救我的儿子啊，上帝啊，救我的儿子。终于到年终尾牙开奖的那一天，只有一个奖而已，50万美金。董事长一直翻啊翻了老半天，为求公平一直翻啊翻啊翻啊翻了很久，抽出来，竟然是那个千街的娃娃上的名字啊！全场一直欢呼哦，大家一直叫哦，好高兴哦！哎，他这50万，他的儿子就可以去开刀了啦！啊，全部公司人都好高兴。那个厂长觉得怪怪的哦，那个厂长一直笑，叫那个欧巴桑上来，他把那个整个的开奖箱都倒出来，一张一张翻开来，全部写欧巴桑的名字。这就是爱，全部都是欧巴桑的名字。因为他们爱，他们知道说对他们来讲50万是很多，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需要，最需要是那个欧巴桑。他们都全部写他的名字，这要告诉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快乐。看到欧巴桑那个样子，全部的人都很快乐。最后来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机会，你有快乐不？你的快乐扣住快乐诶，你的快乐是喜乐的快乐，喜乐的快乐，喜乐的快乐。你每时都爱很快乐，常常呢，常常快乐。有时候不如意的事情，你透过祷告，你就得到快乐；你不如意的事情，你透过感恩，你会得到快乐啊。你要常常喜乐，那个快乐是喜乐的快乐，永远靠着主，你会得到很大的快乐。希望你们以后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有神跟你们同在。你要很快乐，你要非常的快乐。上帝希望你常常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那我们每天都在主靠着主而喜乐。那我们一切的劳苦重担的，都交给主，交托给亲爱的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你是我们教会的头。主耶稣，你帮我们承担我们所有的苦痛，让我们得到快乐的心，永远的快乐。感谢主，谢谢你，谢谢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帮祷告，我们耶稣的名求。阿门。咱个学堂吟圣诗386，298首啊，咱吟第1节、第2节。咱来听听来。快乐快乐欢来敬拜，应要胜利华平安，信心欢迎到子民间，要靠用梦心更名，对上有求就是发财，要比罗汉和大王，应万快乐万好来临。灿烂更年的欢喜，是这万民的最后的，当心为为主托着，地在谁的沙滩的心里面归为花花里，刮痧金口盘阳草尾，积水平缓凉红。高家西瓜金家最壮，双子两行迎风霜。谢谢。咱愿心来同。咱来吟上咏386首，上咏386首，吟诗煞咱加看这个速度。因为盼盼过万民，应百兄妹倍加信心，何若上为弟兄妹，尊家流传的高安神。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上帝在主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会照顾着你们每一个人。求主的恩典、怜悯、慈爱与你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稳定、慈悲上帝听从，圣一个相通，甲你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咱来先介绍一位吼另外吼连水香，较有伫咱中间哦，德美太太啊吼，德美太太。咱要来报告吼，咱来看吼，今仔日礼拜有小组啦，是先免讲罗家福音7章到9章啦，咱请所有技术来分享哈。这礼拜那个路加福音的进度是7到9章。那7到9章有很多事件啊，就是按照顺序。第7章的部分，它是耶稣就是到迦百农那医治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啊，然后再来他到那个拿因城那边的路上遇到那个寡妇的儿子死掉，那他让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那然后耶稣因为这件事情，就在那个犹太那个名声就出名了，就那个大家都开始知道耶稣这个人。那然后耶稣的学生就是施洗约翰的学生也听，就施洗约翰在监狱也有听到这个风声，那他就派学生来他的学生去问耶稣说，那个他之前第6章之前的事情，就是说他就是有点怀疑说，为什么耶稣他如果是弥赛亚，他应该是一个要带领以色列那个要就是走政军路线的，要那个带领大家反抗那个罗马政府。那但是他是做这些医治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他派学生去问耶稣说，这个我们是不是要等候我们要等候的弥赛亚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那耶稣有回答他说，你就将你所看见的回去报告施洗约翰。那耶稣所说的其实就是旧约里面那个弥赛亚，就是预言弥赛亚要做的事情。那然后在第7章的部分，还有就是那大概讲一下。那第7章还有那个耶稣在那个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做客，这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那有一个妇女，她就是用她的她就是用她的头发擦，眼泪滴到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去擦，然后也另外又拿香膏抹耶稣嘛。那这个事件就是耶稣也很称赞这个妇女的这个动作。那这边可能要特别提出一个，就是那个有这件事跟那个马太福音那边有，马太福音里面26章里面也有提到一个妇女，是说她把香膏抹在耶稣上面。那后来那个有去查这两个妇女，这是两个不同的人那因为在马太福音讲的那个妇女，她是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那个马大的妹妹。那这个跟这个妇女是不同的，特别
那然后耶稣有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撒种的比喻。那还有点灯的比喻，那还有他那个从要到格拉森哦，他要从加百农到格拉森那边，就是那个遇到风浪，哦，门徒遇到风浪，那耶稣就斥责风和海。那然后他们从格拉森回来的时候，呃，就在格拉森那个医治那个被鬼附的哈，就是鬼入猪群的那个故事。那从格拉森回来，他那个医治了一个那个管犹太会堂的一个女儿，就是埃鲁的女儿，哦，就埃鲁的女儿也是那个死掉，让她复活。那中间又有一个那个插曲，是那个有一个那个血肉的妇人，哦，他那个凭着信心去摸耶稣，那得到医治，这是一个插曲。那再来就是第9章哦，从第9章到19章的部分，就是耶稣要开始从那个北边的，就是他知道他要开始往就是受死的那个路上，就是他开始带着门徒往那个耶路撒冷，就然后这第九章到19章都在讲这个一路上发生的事情，还有耶稣的教导。那那在第9章的部分，就是一开始就是讲到那个耶稣在带领门徒到伯赛大，然后那个众人都还是都硬跟着耶稣哦，就是他去耶稣到哪里，大家都跟着他，那所以他就那个有施行一个让5000人吃饱的那个神迹。那然后再来就耶稣耶稣这个施行这个神迹之后，他那个有在私下他问门徒说他是谁？哦，那这个之前我们也有听过，就是彼得有说他是基督嘛。那在这件事是耶稣他第一次，就是他在问完门徒之后，他第一次告诉门徒说，这个我这个基督是将来要受死哦，然后再来就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那个山上哦，改变容貌哦，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就是让彼得、雅各、约翰这个就是预先看到那个耶稣的那个算是就是不一样的那个面貌，是非常荣耀的那个面貌。然后再来就说那个，另外就说，诶，回来从变貌山上回来以后，是那个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也是一个独生子。那然后在这边他医治完以后，一样又引起轰动。那然后耶稣也是一样，就是又再次预告说他要受死，他要受死。那然后这中间有穿插很多耶稣的教导哦，就是说那个跟从耶稣的代价哦，就是说那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认定耶稣，然后你要就是等于就是舍己，那对福音是专心一致的。那然后我们这中间刚刚提到那几个事件里面，有的时候耶稣是说，被医治的人啊，那耶稣会让他说，你就去那个尽量去宣讲耶稣在你身上做的事情。那有时候就是又像门徒，他会又吩咐门徒说，你不要就是不要去宣扬哦，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哦？那其实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传道事工哦，就是说有的地方，你为了耶稣去传讲
或是你得到了帮助的时候，你是在帮耶稣在传扬福音。那但是有的时候是你如果去讲的时候，那个就是会有法利赛人啊，或是其他的罗马的这个势力，哦，或是当地的长老会来干扰你，哦，那变成说让传道的事工受到阻碍，哦，那这是一个，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的吩咐的差别在这里？那以上分享，谢谢。好像做有技术啦吼。咱伫来报告吼，今仔日2点吼，有要去迄个副团长有要去探访迄个文荣因夫妇啦吼，文荣咱请徛起来咱看者啦。咱欢迎较侪人来参加啦吼，参加，带去因兜吼，带来祝福互因啦吼。过来敬拜团有伫5月25、6月22、7月20、9月28、10月26，有迄个异类课程哦。如果要参加的，你后壁布告栏你可以报名来参加。啊，下个礼拜天吼，就会了后伫4楼调开中级一个各团体的沟通会啦吼，来协调各种的事工吼。后规个迄个施工人事表伫后壁吼，咱来看吼，然后要更改的，甲谈研究讲吼。啊，后礼拜迄个新眼光的读经进度是路加福音10章甲13章，10章甲13章，啊，不无理想。过来咱请小班来唱祝福的歌啦吼，了后咱开始定平安夜。